神奇的龍崗客家話鯪塘，今日太陽初升，走上條航線，肯定上來一份正宗嘅竹竿白豆湯。特意開咗20分鐘嘅車來到鯪塘去，路上看到那種住宅，只要停車砸開眼啲仔，今仔喺早上9點鐘，起上人行咩好多，行去好多間白豆湯店，可能因為過節都趕開門，然後來到一間肉圓店，生意很好，就落去點可以換肉圓湯米粉，3隻豬肉圓加隻牛肉圓，15塊錢，分量老味道都還可以。食完後我就想行下鯪塘市場，感受一下當地嘅人味。太陽咩半天嘅，繞來繞去都尋唔到市場嘅位置，既然尋唔到，我就隨便用在市上面行一下，看看老街，感受一下鯪塘市鎮嘅氛圍。雖然冇食到白豆湯，也算來過，下次再來鯪塘一定會請間正宗嘅白豆湯，好好品嘗一下客家經典嘅味道。住在村後嘅帶着奶住喺樹上，還係幾好看下子。